嗰个这陆军的陆省1号操演呢，今仔日伫咧中华进行有2支旅级部队实兵实装攻防对抗演练。不过，这参与的542旅的这个拥护战车说实来出问题，二是先是这链啊大断去，二来又有零件落去，造成6名骑脚踏车经过民众受伤。要拿这陆军的陆军团就表示讲，有派人去甲因慰问，也要通知这公务单位赶紧去处理。 无人机大型升空减速地形替地面部队开路，需要驾车送驾542旅伫 CM11拥护战车2号向前，甲一军机步234旅伫中华大城乡大西川海岸展开攻防对抗演练。目击真实战场情景，全场采实兵实装方式进行，场面震撼。陆军陆省1号操演25进场，27号机动的2支旅级部队伫中台湾接触。 军方强调，两军对抗操演一定有胜负。不过，演习的成败不是看高一届交战结果，更加重要是确保达成实践化训练目标。今年第一次投入在旅对抗里面的托式2B 这个反装甲飞弹的发射车，还有第一次出现的野战救护车，这一些大部队的渡河。 不过，参加演习的542旅煞传出 CM11拥护战车有状况，只是透早先传出拥护的链大断去，军方出动大型吊车排除。日了透早6点外，佫传出拥护战车路南经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，好亲像链大系统故障连行4线，第16个骑脚踏车的人跋倒。疑因战车零件掉落，造成自行车骑士摔伤，派遣干部前往关怀慰问。 同时通知公务单位完成散落物清除，特别是演训的密度大量增加，然后规模也扩大的时候，类似的耗损其实就会更容易显现出来。很多东西在演训中可以发现的话，那总比等到战时才发现问题要来得好。学者认为，也是爱加进行大型操演，才会当提升真实战场的战力。进前海军则进行海洋操演，陆军等于进行陆省1号演习，空军天龙操演嘛同款第27战场，包含飞弹实弹射击、空中战机高速颠倒这个项目。地面部队原来会严整防空作战的各项装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